嗱，大約喺1987年，有一項南極上空進行嘅觀察，就證實咗南極上空出現咗一個臭氧洞。強烈嘅紫外光對於生物係有害嘅，輕嘅呢就會令到生物嘅遺傳基因發生咗突變，重則就會殺死被照射嘅細胞，植物亦都因而枯萎。紫外光亦都可以透射入深海，影響海草嘅生長。無自由，失自由，傷心痛心眼淚流，我行錯步，差錯步，似親心傷透，差錯步，似親心傷透。邊個襲警？咩啊？襲咩襲？